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桃园杨梅分局的关键。11号迄天，看区到新竹的湖口来查案，甲一个嫌犯来冲突，双方拢来开枪。结果其中一个关键的肩胛头着一枪，迄个嫌犯开始来走路，除了变装、靠朋友甲女朋友接应之外，佮准备几啊台车牌一直咧换。而且伫个苗栗甲竹南租2间的套房，拢住无到6点钟就来离开，所以警察拢抓袂着人，就安尼逃亡8天，昨大批的关键，甲伊所住的套房围起来，结震撼弹攻破门，总算甲人逮捕归案。迄个小组等震撼弹入去房间内，赶紧冲入去要抓人。民生顶干那面皮无人，原硬拍开3堵，嫌犯秘入内底。嫌犯当场互警方铐起来，原硬伫民生顶的枕头边啊，发现一支已经入伙枪支的底枪，可见这个嫌犯已经做好随时甲警方相一个准备啊。小心哦，小心哦，上膛哦，小心上膛哦，把他拉远。原警伫房间内还敲着哈录音甲改造的底枪、枪支等等。要抓这个细号嫌犯，就是因为伊伫12日时涉嫌伫新竹湖口甲警方对战的时，开枪拍伤一个杨梅分局的员警，逃亡8天伫苗栗互抓到。枪不离身，然后使用这个伪造的车牌，然后每个地点然后停留时间不到6个小时哦，去躲避查缉。警方表示讲，姓何嫌犯有毒品、枪炮、恐吓、前科累累，伫市区拍伤警察了后，伊准备4组8底车牌，逐工就换，有时过换骑乌托摆。伫竹南地区，同时有2个所在，一个所在拢住无超过6点钟就出门，互警方围捕的时掠无人，还有因女朋友以及有毒品前科的朋友甲接应，才互伊伫开枪拍伤警察了后，逃亡8天才掠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